依家係做串燙嘛，啲龍沙咪係做串燙嘅。真勁哦！所以今天是主廚對決啦。啲龍沙今天係馬沙薄命嘅。那邊個嘛？在現場用幾個字界冇讓價麼？該欠我2萬半啊！你使咩？你使一半嗬？咩意思？最真係一樣。等一下該骨頭我用到麼？骨頭冇，今天冇用到骨頭。應該做啲第轉移止痛麼？做得。做得不用入副菜，今年冇副菜哈。要啦。裡面題目本身準備嘅係。解不開棒椒菜。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你講要棒椒菜，發家現場咁冇有酒，啊冇安樣吃食。對啊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當白強。今日嘅同歡喜來到我嘅故鄉苗栗，唔講呢，你係天白來到也頭部嘅劇通宮哦。你睇主要我拜嘅先哦係關公哈，不過我們但係安永興哦，該福群哦，還有東東哦約會聖地啦，咁又埋個莫燕山啦，有去過嗎？問我苗栗的。苗栗的又去過約會嗎？水玲姐，都會有約會啦。馬上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劉雪玲，阿雪玲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雪玲。阿雪玲好，還有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？哎呀，好，馬上呢，今日嘅組合當冇夠用哦。我呢一組呢應該係當小有按樣嘅組合啦。媽媽帶啲細路搶下來比賽哦。馬上嚟分享到嘅係風叫子劉一平阿哥，歡迎。來，歡迎。哇！好，撒下來繞場到嘅咱注意哦，今年吼陽氣破表吼，中上方向來自頭部嘅表兄弟，反分開了林信輝。中上方向。當然都有按樣嘅組合嘅，一邊阿哥劉風嘅阿姊，兩三年本身都做傳統嗎？誒，我係講到設計啊，做傳統。設計做傳統，嗰時候啲今日帶人場面有搶下嚟比賽啊，能看佢站到就係。其他都講出來發出槍，我今日就準備來拿獎金嘅啦。就好說唔記總上啦。因為其他傳統厲害了，老太下講一下，來到苗栗一定要什麼嘅老太下講。小富向嘅哦，我土雞上啦。土雞上啦！今日你就你啊很遠哦，很複雜的食道嗎？要。啊，真嘅哦，有口福咯。這樣嘅客家料理，阿雪玲師傅全國第一秒就第一號，剁雞盤。係客家人嘅精髓，古時候嘅雞26號嘅後生冇簡單，佢做的變做一個土雞上呢，一定係菜體一等於。古時候來到苗栗一定要食師傅嘅土雞上啊，土雞。係啦，該下開創嘅書姐美就少計到，該莫燕山嘛，約會聖地嗬。你今日繞場到龍沙社嚟來到現場嗬，老大家講一下，你龍沙全係改編做乜嘅？鐵山呢？鐵山天天。係。冇咧。冇。韓國改編嘅也見動好看啊，係他視野很好。依家係做串燙嘛，啲龍沙咪係做串燙嘅。真嘅哦！所以今天是主廚對決啦。你要用啥做哪方面的菜啊？客家菜。我咩客家菜？哇！我就諗過苗栗青菜前幾路行都係種樸實啦。所以大家睇到啲啊，已經非常期待今年嘅比賽咯，嗬。莎莎嚟看一下今年嘅挑戰咯。料理風綠蛋。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啲料之前唔啲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廚會因為太緊張亂混毛。還有兩廚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看到一做蛋糕嘅料理風綠蛋呢，唔過呢，強用我先問觀眾朋友來看一下，到底今日要做嘅菜式係乜雞咧？豆腐魚5片，豆腐魚5片。所以等一下嗬，該三隻蛋嘅地位度就熱炸係5啦。唔係啊，因為炸唔係豆腐魚啦。剩下那個龍渣嗬，有天堂跟地獄啦。不過天獄嘅部分等下係馬上都會處理啊。那當然阿邊個呀？啊，你就先生來處理。我們先派出代表來猜拳好唔？哎，你鳳出要派出馬莎來猜拳呢？來，派出鳳嬌阿姨的。哇，東上方呀！他們就要派出馬莎。好，師傅一個來。
靠你的来神之面对手了。面一下，箭头上头部哦哈哦，箭头上头部，箭头杀头部。哦，咱随便张的哈。先两个跟唔好嘅先睇咯哈，算到3張打佢來，望正係嘛？哈。好來。 1、2、3。哎，要麼你以前的捧把很強，真的，真是這樣做哎。哇，哎，這個我想吃哎。我俩怎麼敢圍繞個頭夫醫生窮下那老啦？客不搞定了，吃的袋子吃的口紅什麼？地獄被你抽走了。不會，是天堂對我來說。好，好來，等下先問一下把風姐，兩封卡機，我先來打點呢。確定。定哦。它這麼適合紅色，你看見來留下地位都六隻渣係地獄哦。 1、2、3，向右偏開哦。哦，變開。哦1、2、3。媽媽很厲害哦，行喺聰明我厲害啦。剩下來兩隻，該下要講過係阿邊個，因為自家負責係嗎？哎自家打過兩個大家團。好1、2、3。腿掛下紅呢？還可以。對啦。以我們製作單邊嘅良心來講，20分奇怪哦。那以阿邊個的度量來講，這個應該夾本 N 走吧？哈。走對啦。你不會較好啊？好bien好哈。六題都一起尬改實吹了哈。來，自己拿，自己拿。哦，你看他們兩個面露難色，就算一流山還總不是哈，也有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。唔講顏色紅板真件還好，豆腐伊呢基本上來講，佢對乜嘅都係百搭。喺講人嘅料理嘅方法，要做對嘅話，按樣一天做得當好食。開始噶，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開始噶都已經拿好你哋嘅食材哈，馬上來進行挑戰呢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咯，莎莎開始。哦，來，鳳姐阿姨，你喜歡嗎？該我就拿盤子給我女婿備料幫忙啦，好，那可以。好啦，阿鳳小姐，我問一下哈，你龍沙今日係馬沙報名嘅？沒有啦。在現場。冇到現場係先啊，你咪見喺邊個楊田做戲啊？夾。誒，等下個五片外國款長來鋪係冇？嘿。哦，我問一下你邊個嗬？嘿。你哋下做嘅豆腐衣嗬，嗰啲位都要加埋東西冇？挑到喺度扭啊？本身搖當香係咪？係啊。我等下回來，你先坐一下。來，快啲。哎呦！哎，我可以吃一個原味的嗎？哎，冇咧，快些咯。好，那大家講一下哈，今年誒呢個這個必勝訣竅係乜嘅？提半用做了。冇咧啊！等一下，各位觀眾，把師傅講一個冇看法吧。你要比剪都唱唱嗎？因為剛剛張管事啦，因為剛唱太火氣。哦。啊，做乜嘅我用剪嘅，冇用鋪嘅。因為吃到一種東西用剪都當好食咧。係啦。沒有，你用剪的，咁你等下就夠老條不義跟他炒係嗎？人外在煮類似醬汁一樣。哦。啊，問一下，呢個豆腐衣嘅地位度我加面椒嗎？該是咧。果然係師傅啊！啊，龍沙做乜嘅會強下來報名啊？因為佢龍沙係表兄弟啦，吼。龍沙強下咩強下雙班。哦，感情安好哦。啊，今日假是真緊要讓吼，兄弟嘅自己冇讓價麼？該千萬用半本啊！你使吧？你使一半吼。沒意思就食係嘢啊。我識酒。係嘛？係。按大嫂。係咪？就按好嘅東西。我個頭都搖哦，都要扣到哈。係。真尾對不對？你有改過名嘅冇啊？冇。小龍仔是合腔係乜意思啊？冇乜意思啊。冇乜意思啊！你啲咧，可能個寫名嘅個虛節吼，給媽媽翻字典，看對，哦，就是哪個名字？你從小到大應該沒有認真被人家一次校對過吧？沒有。我跟你講，他其實有苦衷的。什麼？因為佢考試嘅虛節的哈，別人寫到第2題，他還寫名字。還好啊。學寫名嘅是這動干股啊。哎呦，我現在想要幫他們一下。好，念腔下誒，那個做到底。嘿，我穿雞送快一本，嘿上本安尼分建一下。嘿，要分解一下，冇念腔下。嗰啲後大火都要剪啊。好，那我們要過去了哈。大火要去給他注意點哦。好。
好，先不你弄扣到一下，对，我们先看一下风。对。哦，出事田鼠癌咯。那人家做的出事挺熟哎呀。哎呦，哦，就马上喊出事田鼠癌啊。好。好，刘主厨，卢主厨。有主厨。可是等一下，你先来想一下，等一下記住60秒。一天，你愛成本份嘅本號，有可能會留嘅向下本。哦。好，先錄一下係嗎？各位，蒜頭先切好了，好，請開。你人咧裝壽司。哈？60秒蠻可惜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媽裝壽司還是給他用？確定哦。不給3秒想一下。3，你好。啊，模仿你哦。看一下老婆的眼神。走對嗎？走對的。場外說 OK。啊，好 OK， 好。場內 OK。不是啊，你要先問，技師劉主廚。好，技師可以。我會做一啲啲嚟咯。不用講了，不用講了。先錄一下啦，哈。錄一下，在醬醬用的。不是講哎，沒有要跟他講，他講急通的啦。好。啊，過得很驚咯。已經咪到咯。你不要這樣子，冇影片嘛。等一下我普通用誒，做哪去了？師傅一天地，師傅地嘛哈。你一天落一啲啲的豆腐落去，唔知會有嘅。一定要做我改去先撈幾個給他醬啊，用飯炒啊。即係你個醬要用豆腐落去炒，那先吃哦。個豆腐一挺凍鹹，兩種豆腐一挺凍鹹。先炒，豆腐要先炒。你豆腐炒啲啲冇炒長度哦。你炒長度你會長鹹哦，因為人哋家要用鹽就唔錯嘅。我倒數。好了。3、2、1，好了，時間到。好，你睇下蒜頭要白嘅。好，你邊個等下自家看哈。因為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時間都過了特別急。嘿，就係很容易。我做最 Q 年開始時間又一直過到同樣的，咩？倒杯。應該冇乜問題咧，哈。冇問題。好。因為咱隨時場嘅外用出事挺上來咯。好，先幫你做一下，好嗎？記得豆腐也要先炒哦。好。哎呦。該板腱好嘞！飯呢？愛看吶，我看看。你為什麼吸血的哦？哎，你要就出嗎？啊？做得不該這樣嘅什麼什麼的啊？這樣嘅什麼喲？下面一塊不會。好燒啊！太燒了。拼中去豆腐卡係瑪莎煮菜。啱。哦，那你剛剛說他煮的菜都好吃，你有吃過嗎？有啊。我是因為老婆在看哈。啊，沒有，我老婆只會吃而已。哎呦！我們還是專心主持吧。哎，一般人用慢食倆。我先問給豆油啊。真緊跳少誒。好啦，我是不給讓豆等一下長落去，先看一下倆先。一道要邊嘛計？邊頭嘅嗰個蒜頭啦，這位。你要醬就先炒一下啦，哈。該醬炒好之後咧，先挑梅。先挑梅哈。所以原本嘅豆腐乳嘅底味都是就加米酒嘛，哈。解是咧，你下加湯聽聽。原本做嘅客家串湯啊，你最厲害、最拿手嘅菜，收入菜係嘛計？梅乾扣肉。我們改題目，謝謝。兩個食材都沒有，梅乾跟扣肉都沒有。你用啥嘅串湯嘅底味都有嘛嘅豆腐乳嘅料理嗎？較少啊。我建議你要不會炒多出貨來嘛？沒有。好了，應該好了。好咯，做得你哦。做得你。我倒上去啊，你嗎？點上去出貨喂？哦，咩強下炒，保持啲斜斜疏疏嘅樣係嗎？好，所以等下我先看一下風勢。好啊，那你就記住咗，唔怕，再倒上去唔怕。哎呦，還蠻好。我好的。你比泡都較熟切一些。你邊個？像你五片哈，有冇看出來啲係熟有冇熟？憑我的感覺。你做幾多年啲嘛？做幾多年呢？哎呀，唔點樣我算咯。你邊個？你最好是媽媽做嘅馬菜啊？有。馬雞最好食。你有吃米線嗎？有。拼中去豆腐卡係瑪莎煮菜。啱。哦，那你剛剛說他煮的菜都好吃，你有吃過嗎？有啊。我冇喊叫揾佢煮啊。好。不是因為老婆在看哈。沒有，我老婆只會吃而已。
小心一点了。不会。你等下不要去拜一下关圣帝君？不会。你要捞起来了吗？是啊。捞起来要不要先不要降温？哦，它会吸油。对哈。对嘛哈。这个倒下了就会，倒入了，也给倒入了。因为在用唔关啦。唔怕动电磁炉的嘛。注意时间哈。哦，选挑个酱的挑好嘞，挑福音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去把妈妈锅铲拿起来？哦。这胃部还是要把关好。各位我生意哦，唔好归团体咯。你刚刚口段讲，各位一天要吃蜜桃不够用，一定爱吃到，你还可以中央膜嘛，该多。我够加一些嘛。应该快唔是呀。要入味哦。大家一定要比温度中跟它低点，要我调试偷跟某温度中的时。哎呀，我觉得没有均匀。该老英讲是家自助最营养给的师傅，谢多哩啊。飞机。我来呀。好，倒数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呐！亚冠用豆腐仪编发出的料理，哪一部卡卡好吃嘞？好呀，第一关呢就是拿呀豆腐仪用木腔给食出来做编发，马上呢就先来吃吃看呐风吹的豆腐仪5片。来了，快点来动奖吧！堂弟都买同样哦。那5片坡都入口即化哎，陪啥讲嘅外酥内软，出来安用哦。你平常知道咧？很做得啦，新猪羊蘑菇条较好食啦。蘑菇条较好食，啦。我给阿静做样板，懂好食，懂好食哈。妈妈有满意就好。先讲妈妈也管就错诶。小到安放去吼，你凉茶冷水食了也不记凉茶了，按挪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你去同样办。好食。好食甜甜，这个做得还好哈。啊，身为嘞，好食啦。2个人好省话呢。我真嘅会感谢阿谢玲，因为吼，伊虽然吼跟外辈冇按到嘅酱。不过这地位读的影片是有豆腐的味是，因为一开始先就入过嘛哈。我想要比较一下。好，来试试看蓝色。看起来是当 Q 弹么？好，大家可以试落去食咯。跟外边会卡住呢。大家来讲一下风水，又好食哈。好食。没系好食甜甜哦。有拉米线。黄姨用啥讲咯？解下讲吼，换到自家嘅需这个讲到底哦。你取到用咩？第一拜做完用诶，是到韩梦生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。身伟你觉得嘞？还不错是。最近好，因为外边系冻素冻切，cái地背图嘅本身是冻 Q 冻炭，咋个咧基本啱面牙齒，冻好食，咁外背挑嘅嗰種哦。又鹹又辣，當好食嘟嘟好。我出幾條種有一些種嘅種有冇？肉丸的醬。有醬有一些種用鹽的醬啊，以後食。好，定妝嘅時間呢，馬上就倒流，提前呢先來搶，給謝林師傅搶分數。哈？你反正自家做嘅呢？好啦，等下長咧同你講，你下看下阿邊個搶分數。來。謝林師傅唱公平。涼水煮做當好啦，啊，你水呢，加壽司調了唔拉豆，那有加啲啲嘅壽司落去，唔會หั่啊好，會比較完美哈，完美啦。啊，你水呢，我很失望的，因為我當初我新聞上講，一早幾個班，我就幾早個去煎好，煎兩面擦，當咧切，長凍醬，啊上面淋壽司上去就凍醬。那感覺係安尼樣啦。先煎後上切啦。先煎後上切。可能因為你一版係師傅佢自己嘅作品啦，哈，他對作品有堅持。阿邊個你就冇強烈嘅想法嘛？其實兩片嘅大量嘅感覺處理成以後啦，因盡兩次差到醬料嘅部分，了到你看我試到只有豆腐衣嘅味道，了到是講變得好少一點點，本來可能想講會調鹹啊，就變到調少啦，變到講雖然有切嘅，但是少了個豆腐衣嘅味道。
因为今年的主题啊，係這個豆腐雞啦。對，不過呢，等下比賽下來，風吹到南水個個得到1分，啊唔過家下鳳雕頂最難嘅食材係菜瓜啊。故所呢，等下來看一下吼，用豆腐魚老頂下嘅菜瓜用嚟變出好嘅料理，馬上就要看阿炳師傅表現咯。好啦，用豆腐魚呢，老頂菜瓜叫下來做，其實有幾大挑戰。菜瓜會出水哦。係哦。你做乜嘅會吃到菜瓜係最地獄食材咧？因為出水啊，唔好處理啊，可能挑啊，該啊，該有適當版啊，出唔會啊。鋪個是咪斜斜啲，鋪會斜斜凍難呢？哦，所以等下過款咯。係，會過款，因為也要到咧隻麵粉啊，因為等下會成碗粉，要成碗走嘅就碗濕嘅。好麵粉咧咯，然後一碗係麵粉，然後要攪水，攪不然要是係濕粉，是像天婦羅一樣，因為要會出水，最主要還有切的時間，好那個條落來地背會出水的東西先處理它。哦，佢切嘅輕刀有嘛建議嗎？是要切蔥條，切一塊一塊穿做的，最主要是係地背咧濃會出水係嘛？會出水。濃它會將佢鋪粉呢？係，等下我哋冷料定不易。你家做這就是啦。你阿做唔得啦，哦，切的吼。粉啊，你係走嘅。係嘛？麵粉。麵粉走嘅麵粉。他說唔得，切夾一層，設備一層走嘅就好誒。為什麼要倒3？要走嘅，走嘅當本你要濕嘅，後尾硬。因為你要濕嘅，因為叫水，你要鋪一下嘢，直接要佢凍唔好硬，所以一下是會皮是會崩開來咧。係。啊，你從你菜瓜冇事就從5片強龍先滷那個豆腐魚吼。因為佢出水唔好，梅頭唔好落去，愛準備切啲嘅菜料，順頭。李師傅，從你鋪啲菜瓜嘅時節吼，我從嘅5片強龍啊，做得實在看就熟嘛，我熟。你要凍加熟啊，你要凍加熟，一變色就熟嘅。啊，像你豆腐魚地背肚，外加米酒，外其他也係其他嘅東西嘛。做得應該先挑好了，挑好一隻醬，等下剩下一小個煸一下。不行，我們要想辦法讓他們講話。對啊，要來條。哦，一邊都開始講咧。對啦，加分哦，講1度加分加1度，我們開放哦。先來煸香，蒜頭先落去。你下個溫度冇按過吼。係，天天會煸香來。好，我挑好咧醬，好煸下伊。要包括好燒啊，好燒咧煸下伊時間哦，是天天。用咗離火時候咧，本佢炒香嘅時候咧。哦，冇是會燒火辣的。係冇燒火辣。用餘溫。係餘溫就做得咧。有些用金沙加的醬油。哦，就這樣哦。我豆腐一下香哦。通未會炒過啦，吼。係。但係你都應該冇不用桶吧？要。要些啦，哈。要不用桶啦。你這都幾盤沒做得溫豆腐魚啊？啊，做得啦。係啊。要喎，我點樣研學要啊？要溫豆腐魚。所以應該串燙地背肚有豆腐魚嘅料理嘛？加減啦。哦，加減是看心情。啊，今年就天公一摸。因為我點樣無菜單。哦，無菜單料理。無菜單，因為嗰東西新鮮就買乜嘅。哇，好棒哦！啲水啊，所以水係最尾長落去加啦，吼。會炒香來啊，要香長咗醬料長咗用水。我以前煸水，到煸了醬料時間，佢梅頭是冇香。那你要比鹼醬一下。係一啲，做嚟用麵粉是做啲鹼醬啊？一係番薯粉。哦，番薯粉。你做得用片種粉去炸？做得啦，好放片沒有，也係酥炸粉，直接做一種。冇是係麵粉嘅，挑一啲啲嘅玉米粉，後邊啲玉米粉基本好切。哦。家下嘅頭是要高油嘛，哈。高油，一配色是做得咧。哇！又係蛋腸線咪做得啦。係啊，直接上菜的吼，前菜，因為佢兩煮嘛，其他全係要可以串燙嘛，哈。所以做啲全認真掉，啊轉去吼，加上自己會用到嘅串燙地背肚，注明一下阿炳哥是做得咧。好，可不可以？做得嗎？有這麼大方嗎？做得。佢醬係用到下背哦。係，等個等下會淋，然後嚟用碗嘅。
不说佢係老家南水腔用，哦，先煮的醬料過後個淋上去安尼。上做咧保持嘅斜圖啦好。嘞。哦，你還有擺盤的哦。感受要最難的應該這個要破的技術，大家有發現嗎？因為啊，好多本身好冇軟鐵，菜瓜就唔好破出，水。我家條前後破的幾下板呢。哇，看起來是東強誒，哦，你睇天牛食材做得有安樣。哦，咋個咧拎上去？哇！應該將佢煮好料，就是因為應該拎上去。冇是人去裝一隻碗，本應下用碗嚟咩做得。哦，哇，東強嘅法式菜哦，哦，你啱係做兩頭菜哦。咩，嗯，擺上去就做得咧。哦，也應該就老太家年代上嘅無腔用嘅吧？呢個老到係老佢破鍋嘅嗰個炒炒啊，但是佢也再擺出來用正經當醬誒。你如家下兩組圈係強下炒，一睇我變落去強下炒嘛，冇聽錯吼，做咧做安樣嘅變化，最尾將變落去。好，大家點要去到本台看下哦。好，第一項豆腐衣菜瓜。安樣就好食咯。等一下嘅骨頭我用到嗎？骨頭冇，今天冇用到骨頭。應該做咧大轉移骨頭嗎？做得。不用入火腿，今年冇火腿哈。好啦，接下來呢，大家一聽到其他到底有豆腐衣經過一個老店菜館，看下會有咩變化哦，來試試看下咯。好多正經當醬誒，一般來講嘅話，出水嘅話，菜瓜會軟軟爛爛，看見人用規則性誒，像劍條用嘅哦。哦，佢正經鋪到當好。嚟到睇下講，而梅頭嘅濃厚度哦，要都從嘅地頭醬哦，香好濃郁。因為樣層換嚟到，因為菜瓜嘅動物出水啊，個營養體，所以個醬跳弄得好高的樣嘢。哦，呢邊講唔知道誒。當好食，因為佢醬嗬藍意思，又藝扣啲好，會啱牙啦。吹大啲都，一蒲氣嘅功夫。日會本係當經驗啦，講唔可以出水啊。係啊。咁家下嘅五片哦，鋪到凍好，假使加落去兩醬，完美絕配。鳳姐記你吃到咧？吃到那個絲瓜炸得很香，又外酥內軟，搭配那個醬，那個是豆腐乳啊，對，很香，絕配，真嘅當真。跟一斌哥做起來的比較，誰做的比較好？當然是主廚啊，好一點。主哦，問一下我們的文凱哥哈，你取到哈，你做到樣板？做細量攞俾車當啊，佢嚟係水分。啊。嗰個將這咩營養味，嗰個係順康嘅四季豆，可以稍微解膩。嘿，很酥脆嘛，哈。身為老大家講一下，你取到樣板？好食啦，非常好食。你師傅做下好，也係你師傅做下好。你冇做過啊？好會哦，好會。你看他其實反應可以的啊。好了啊，劉師傅已經取到了，不應絕配啊，係啊。你說你跟誰絕配？我說這兩道搭起來是絕配，但是真的是高難度的。嘿，兩種，我最厲害係兩種。嘿。好啦，古說中國意見呢，也可以用豆腐衣，雖然佢按拉米啊，嗬，有來做醬料，行開留佢隻好啦。個最主要也出料理啊，邊個之前做了當針的，太起價都好喏，因為唔單止用鋪誒，好多當好。將每條動好，睇下做不卡吃做困難。唔過條件係一比一咯，正經嘅素養馬上就要來哈，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的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。
一家之主上菜了。接下來呢，你就係結勝負嘅一關呢。唔過呢，睇下都準備好勢，向阿邊師傅老太下講一下，佢咩題目本身準備嘅係。愛木卡嘅棒椒菜。哦，木卡嘅棒椒菜。我愛木卡冇買棒椒菜呢，係冇啉酒啊。啊，好無趣哦。香煙等下做唔得事啦。好啦，你做的是幾條木卡嘅？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迄個棒椒菜法，大家先從咁冇有酒，冇安用吃出。對啊，對啊。冇棒椒。好來，有木卡棒椒菜係乜嘅？三地雞。三地嘅。嘿。加有嘛該特別不呢？想到倆出料理會想到嘛故事咧？有哦，因為雞吼，迄個自家育嘅啊，自產自銷啦，係啊。你自家又可以傳糖又育嘅。按用品質掌握問題啦。係啊。啊，冇限，因為要時間來按呢個節目噶。我有很記得嘅。係啦，啊有嘛故事咧？哦，你以前都細細都聽阿爸講下育雞嘛，啊育嘅聽多又買唔出去。後來都後尾有朋友講我來食飯，三十四十都變到開土雞城咧。哦，係啦。咁做嘛會選擇係三比嘅咩剁雞盤咧？因為剁雞盤也算太普遍咧，嚇。哦。不過因為我用雞胸肉嘛，你睇下千唔愛食咧，睇下講濕咩硬咩，係啊，所以講一下子會講真係我自家土雞品質講，肉唔係濕又香。你看，我一天加糖都一個重點哦。乜嘅？是啊，唔係老闆買咗棒椒菜，係佢自家學嘅雞從色，學雞啊樣，學雞學到太最幫人都係吃嘅，啊，不聽下食呢樣雞，當有心啦。老太家把關好誒。哦，我看一下吼，咱最近我帶來嘅棒椒菜係乜嘅？夏威夷牙籤牛肉。夏威夷牙籤牛肉。後背要買故事嘛？頭擺我剛開始學煮食嘅時候，聽一個老師傅，佢本身當好食酒啦，當好食酒，佢平常時做嘅衫服像人哋都夏威夷一樣，佢邊講研磨出來啦，係啦，先發現佢做嘢做出來，小可來改變一下。啊，你一套菜係最會做嘅，係啊係其實酒嘅時候真好幫嘅。哦，所以你一套菜係就只方言紀念嘅那種回憶存在啦，已經開始學煮菜嘅時節哦，對這個老師傅的印象。好啦，今天吃吃看，到底哦，該地位都要買冇強咯，因為大擺糖到夏威夷可能係鳳梨啊，買東西，可能佢哋做嘅做法冇強咯。好嘞，下出料理嘅就係木卡嘅棒椒菜，兩組呢帶來脆菜色完全冇共樣，有自家嘅故事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。馬上嚟進行比賽咯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莎莎開始哦。人家就講夏威夷係假師傅在散步，你又講嘛夏威夷口味？但我覺得應該有吧。啊，就冇啊。冇啊，真經冇鳳梨呢哦。係啊。來，看我一道嘢嚇，唔看那見用嘅自己啊，睇下來看。啊，土雞都係咩係食渣噶？冇啦，也改良印來印太雜咧。哦。以前土雞米絲吼也食唔到咧。係啊。做慢咯。因為太家做賺錢嘛，應該印太啊。以前咧土雞係細細雜嚟聽咧，更要講結實嘛。你看韓國評價講吼。土雞係有分動多種嘅，係冇？動多種哦。你自家學嘅係哪一種？上大雞。啊？上大雞。鬥雞。哦。鬥雞係好選。最好吃。係。啲雞肉嘅品質啲都真好嘅。唔看，謝連記，看下邊師傅幾多啲啊？時間咩係學千叫嘅，千冇錢穿咧。唉。啊，而家要學幾久？上模4日半夜5陣嘅。哇！這麼久。啊，等一下嘅骨頭我用到嗎？骨頭冇，今邊冇用到骨頭。哦。我做咧大轉移煮湯嗎？做得。做得啊，不用入補退，今年冇補退哈。要。唔辣太啦。而家上邊幾錢蒲糕係嘛？一高油。哦。看幾牛真嘅東西啊。好，幾牛。好，你也先準備下。好。備料嘅時間你先過嚟打，再來看哈。來。好，你呢個過來嗬。呀係，牛哦。呢種衫是開始緊張。
哎呦，牛不要用恰恰切。而且文开狗系用做书的哦。哎，对呢。啊，今天用个牛系嘛个牛，牛里脊。牛里脊，对，口感好扎实哈。啊，除了个牛之外，还有嘛个是吹到大家工业下生味，青龙椒，辣椒风诶，辣椒。啊，热系嘛个？夏威夷豆。哦。所以该夏威夷木蛋酱系上浮啦，还有夏威夷豆啦。夏威夷豆一般系做嘛个料理下豆啊？这接受吧？春雨啊，其实可以炸炒扁鱼啊，迄度用做等啊。呢個堅果咧都要用翻春蠶豆啦，烘焙嘅都要豆來用嘅。啊，看呢辣椒係糟嘅辣椒哦，乾辣椒，用牙籤搓，所以等下會拿來鋪。錯。cái蛋醬是牛片，唔是爆動式。唔是，因為我等下調醬汁就米頭這種辣，所以都唔是在火鍋。講到了醬汁。cái醬汁應該就是那個老師傅哈，它的精華所在。那大家講一下，等下cái醬用乜調？醬等下就用嘅找辣椒嘅包香菇，包香菇後當用嘅蠔油，蠔油過後當用米酒調味料一條。所以落去些辣咧。幾多年資啊？81。81。對。81哦。好後生哎。幾年資啊？82。看不出來耶，你下落去哦。對啊。你兩三冇講按豆腐，我們個個做菜真係厲害。我就感覺針對誒，就真叫準備好些。誒，大條嚟嗎？幾年次啊？82。看不出來耶。你下落去哦。對啊，我以為你是1982。太過好。安姨咧，幾多年次？69。69。你兩啥可以了差唔多其實。會嗎？全都配上啦。全都配上。啊，先過嚟風吹，大家都進來哈。點用變好嘛？點用很多嘅呀。油會唔會聽過嘛？係啊。誒，我皮到凍重嘅嘛，油沒有凍用哦。啊，等下嘅油會做嘛嘅？那一鋪啦。過油。過油，係雞肉過油。嘅啲嘢也嘅養馬已經撈幾鋪到，佢真係建議啦。可以佢就已經有逼到嘅。哎呀，做乜停下來咧？冇啊，即我做啲撩一下，唔使講咩啊？而家都係撩嗎？佢做啲咁嘢就撩一下甜啦。沒啦，有算時間嘅。要唔係要算段時間咧？啊，做乜唔鋪咧？唔鋪要問啦官啊。哦。係啊，我梗係知下啲。哎呀，用熟啊！你知下啲嘢。都好功效。哪有？哦，媽媽未聽熟哦。唔會啊，防護罩。懂那邊。我幫佢打。哇，他個誰來去安逸？啊，該片該醬該糊係頭油也係嘛該？麻油。等下還會淋上去嗎？還會用到嗎？等下，喂，要不來體會一下。所以媽媽也是有備料啦。喲，你今日要做事情，所以等下嘅錢我搬機。好，多嚟嘅片看一下哈。來。謝謝。哦，Andy 要過來咧。哇！嚟。一聲過腰過咧，要過油。有冇開封呢？啊，我用魚紋，因為用太火嘅話，其他會表皮會炸斷啪。所以跟牛吼，我用全熟嘅係嗎？啊，係。等下嘅夏威夷豆我用炒過嘛哈？冇，到時候會讓冰落去拌一下都會，因為佢炒嘅話佢會軟鐵，仲有冇口感嘅。幾粒落去啊？係會多個？幾粒咩？然後先炒薑。老師傅吼，該東西要教你兩套菜，也係你是要看過聽。要教。冇你先過嚟，等下當到陣啊！好，來。哇，豆香哎，豆的哦，果然是拿手菜。做有一點醬嘅，也係好炒嘅，好炒嘅，所以啊，就咁你索一下，索半好炒對樣嘅。可能而家香布牛，可能都一 Q 對哈，因為是要狗油甜啊哦。
今日唔會食啦哈，唔會啦，相信啦。啲水姜食到食咩咁樣個？要睇牙花點去食啫。藝術都會叫同學嚟。我都叫同學嚟，不等於帶動。一該下走的兩個蓋二改虛階，就是叫誰最聽話來過來。對，啊，那個過來，過來。啊，先過來嘅音係當帥。唔係，人都時光 keep 落世界。先進到下一個輪迴。係唔是在訴苦誒。好啊，大家過一塊嗎？好。哇！哎呀，真件係蹦酒的哦。雖然計量山冇講按豆腐，我不過做出來真嘅厲害。但是我感覺針對嘅，酒真叫準備好些。誒，帶酒來嗎？帶酒誒，我是酒。你下半機收汁係嗎？稍微收一下。哦。佢當個椰買係冇？嘿，錯，大家都不用得芝麻。哦，看以來呢兩片都已經做差唔多誒，也個木卡嘅蹦酒菜哦，都有自家嘅味道啦。馬牛，來呢條錢。來。木卡嘅蹦酒菜呢，除了有好酒以外，最主要嘅就係有好料理。兩組嘅也個料理呀，看以來都做講當拉麵，又加又當香，嘿。觀眾朋友，你看到係美美流口藍水嘅呢？等一下就來吃本睇看，都帶風吹也係藍水不卡嘅蹦酒菜，卡針到咧。我不卡嘅蹦酒菜，嗌出門啦，酒咧。嘿，酒，又帶酒來哈，有帶的先加分。不過我先老他講一下，因為蹦酒菜關係，古時候呢個米頭可唔可以較重啲喂？真爽哦，這本身就蹦酒嘅哈。來，試試看那風吹，這個就會給充這個來嘅唔同樣哦。沒有。來，老天爺啊，好嫩哦！來一起看。你看下小朋友都係做到咁嫩呢。哦，炒散步跟着牛們走得像蘇肥龍龍啊！難怪因為很 QQ 啊！真係濃嫩呢。有用心。用誒，加充點係嘛㗎？充點嘛。幾好食。我一來蹦酒真係濃針到。好。你滿意嗎，鳳姐阿姨？好吃。你最滿意呀西龍做嘅菜係嘛㗎？苦瓜雞湯。苦瓜雞湯，哎呦，那也很棒。那牙出出你好什麼？滿意哈？味道過，米頭有辣，真嘅濃針到。剛才基隆沙廣播嘅時間，躺着後尾又上映了，而且是久違的聲音都在馬上公開。馬上，你剛剛講什麼？你看換到你又不講，不講，不錯啦。你剛才沒按用講哦。他剛剛說什麼？幫他說。你這個後尾都冇空用。係啦，這個後尾就冇空用。幫他再多補兩句，你取到咧。T8是個安倫嘅小朋友嘅，真係好食。所以嚟講，他認為佢係做蘇肥咧哦，真的好吃。就佢係該散步嘅，我們跳到動向，動是合蹦酒。真係濃針到，米頭各方面都當好，而且又唔會強下，又麻油嘅香味。不過咱嘴可能做到哈好哦。試試看下咯。來。哦，一個蹦酒咩當拉麵？用唔按用啊？當香，真係當香。有辣就先給分。哦，你要蹦酒咩？有哦。來嘗一下一餅糕。香味辣味很夠。很適合配酒。真的。當客戶一個主題。是個三寶媽酒咪唔怕。真嘅。嘎，鳳姐之前吃到咧，要拿來蹦酒，你會滿意嗎？味道夠重，要配白飯。哦，蹦飯，哎，不行，家是蹦酒的。沒懂的，都滿意哦。啊，這個本這個按落一下，又做到從該東西羅師傅做的乾麵食嘛。有。除了呢下。啊，做小可來改良個加到嗰個夏威夷豆嘅對，特別佢是冇冰啦。我硬係除咗擺盤凍好看之外，我該地杯都嘅東西真勁好食。該個東西咪搞到嘟好，譬如講炒嘅辣椒啊，該夏威夷豆啊，少了那一行哦，你要投出來可能就少一個味道了。凍好食，豆贊。但是之後用出真嘅都當客戶主題，那蹦酒來講會把真嘅都當拉麵，好，而且兩種又都當嫩。
好了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都在那组呢，这得到好成绩。接着请安利谢林师傅抢分分数，耶！好，等下看一下，老准备，老师傅抢分分数。哇！平手啊，谢林师傅，也最吼，咸米是迄拉的啦，我还做牛肉都炸过火一点点嘞。我做了整个米线电磁炉真紧动难控制。系啦，动难控制。我俩鸡肉整紧动香，加个米线啊，这个鸡肉还有一点点 Q 弹安尼，唔会讲安尼涩涩的鸡肉啊。那做得还算整紧，所以我会分几下过分一点点。这下卢师傅继续讲啊，你阿只盖个喵按到 QQ 啊。我应该讲，我应该讲。这两片做的梅头先好讲。穿有国家的设计的梅头，但是可能下里头用的东西莫按关系啦，差到重量用不用莫缩的，就可能也可以用到多一点点。你系讲，你用到你阿你一半用那个3倍，该放个铁锅下野这个酱子熟起来，系这两片菜梅头算以后是正差到咧，可能莫按关系用咧放个酱料多一点点的。好哦，好，今日呢，两组都表现到同战斗成绩已经出来嘅，蓝翠、老凤翠都会得到2分，恭喜两组都会去赢，马上来颁奖嘅哦。先来颁本凤翠，恭喜有15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恭喜！今日吼当饭是吼两组平手啦，蓝翠咪就得到1500块嘅加菜金。难得的机会哦，先来谈一下宜宾师傅老太茶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哦呀，今比来哈，哦呀，咱建设都讲无同样的料理啦，尤其个菜瓜也做得超头富裕哦，也是很厉害。因为也有办法做到，哎呀，熟水熟到按照，本来当经验啦。真嘅厉害，有学到。错，也天我弄啊去家菜单的。哎，我也给米西。一独特，真嘅值得我学习啦！哎，来，感觉啊，宜宾师傅佢都讲料理噶，节目组可不三讲咧，他真的喜欢做料理这件事情啊，这样系最重点的哈。讲叫阿姐来老太讲一下了解参加心得。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一家之主哈这个活动，真的办得很棒，还可以尝试到各种的美食，主持都功夫都很棒，厨艺都很赞。都满意，很满意。好，两下面问一下吼，因为咱嘴哈两三音强下吼，表兄弟咪是师徒关系啦吼。那度呢个节目吼，有嘛个上讲的，老大家讲的，尤其是对罗师傅来讲的。第一摆就参加样嘅节目吼，知道就本自家一只新的挑战啦来偏偏学到迄个东西，比较师傅的菜式当吃的。阮开过吼，可能冇嘛晓讲话，不过佢真紧做个菜吼，动厉害，用实力说话，而且佢懂认真哦，佢做嘛事情佢都懂认真都会做完的。哎呀，结果没动好啊，钱抱得蛮紧的。对，谢林师傅就是没有你的师傅啊，我老佢多多照顾，好不好？交流完呢，好，撒下来吼，运动员吼，很高兴啊。因为学手工会啦吼。哎呀。这个钱你大概会拿多少？100吧。100，他还嫌太多嘞。好啦，行摆其实很有機會，因為呢陣讓呢個學做菜差唔多營養嘅時間嘛，嗬。行擺其實很有機會，很外來嗎？很外來。好啦，行擺期待機量啥很好多嘅表現。不過講真嘅呢，做中廚師真嘅較少講法。我表態也係難我一回事，萬一從按夾在，我說嘅行夾從要行我希望個。正經係下禮拜來嘅時間，幫你做主廚，好嗎？表現一下，假如經驗體驗好事嘅嘛，咁樣好多嘅一條老幾個練習，也真係你節目最主要嘅目的，互相來交流，同時來分享兩不卡嘅好美食。所以正經非常歡迎哦，所有吼喜歡做菜嘅朋友，家家來向下報名參加哦。我們做一家之主呢，就等等睇自家向下來報名，用好料理講出兩不卡嘅好故事。Andy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